顺水游到下游去。走。张鹏鹏是不会水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2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2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！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不喝老酒，谁更讨你们的欢心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抱紧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把这条河狗收灭了！是。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鹏鹏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准死，我不准你死。再次泛起漩涡，让我太无可奈何，让我牵我。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